我着怎样来敬畏？我着怎样来学乐？地当的主，不红的主，地本sau家的主。我着怎样想在那？我着怎样来呼求？彩虹的主，世界的主，无梦变卡的主，我着怎样受问题？我着怎样来感谢？要我的主，明天的主，人民当主的主，我着怎样叫关顾？我着怎样的我命？主庇的主，对着的主，应念求情的主，我着怎样偏平安？我着怎样叫和平？万世的主，心悲的主，主庇人民的主，我着怎样偏平安？怎样是你天国？咱原起来做来用四读圣经来三界个别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勒岛人来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摆请坐，这是咱三甲要来启用。是神圣诗启用33篇，诗篇139篇，咱做诶，咱三个来启用。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在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上主啊，我也袂开嘴。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裁判遐尼奇妙，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去倒位我才会通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飞到你出这边，也是去到你倒迄边，
就若伫遐，你的手嘛会引带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求黑暗，甲我牵起来。叫暗暝甲我压榨。对你来讲，黑暗无算是暗；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是共款。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袂算的，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若算袂了，嘛袂通透彻你的奥妙。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这是咱三角做伙咱的祈祷。创造天地、修饰万物耶和华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感谢主你伫万百姓当中来拣选阮诚做你的女，阮会当来认捌你，是阮一生上介大的祝福。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也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你是早伫地、永远伫地。现在伫地的上帝，主啊，阮活着，阮拢要来学了你；阮若过去，拢要来称颂你，因为你是配得阮来学了甲称颂的。主啊，阮真感谢你，伫你所定着的日子当中，阮会当即摆来到伫你面前，伫遮来敬拜学了你。阮是何等有福分的人，主，阮也愿会感谢你，互阮会当来认捌你，是诚做阮逐人的祝福甲倚靠。主啊，总是阮因为阮所得到的、所有的，拢会因为阮是理所当然会知道，阮有做来伫遐所行无完全，伫遐心思意念伫遐无纯正，恳求主你的保护，搁一遍来洗清阮，撤销阮一切的罪过，洁净监察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行伫主你爱真理的道路上。主，但今早起，阮有真一顶的福分，伫这台湾新人院的主日，你也有找你的中仆老师来到场的当中，要来分享信息，同时也要报告因的院况，恳求圣神你同在伫老师以喙所要讲的信息，互阮会当对死当中会当得到大大的感动。主，求你来看顾你的台湾新人院，互伊伫遐会当佫培养做你真正的福音，会当互这福音会当伫各所在会当传扬你的福音，会当养起佫做有份，互你的福音会当广传伫各角落。主，但愿将今早第一场的聚会的敬拜对头到尾，完全交托方向，由你圣神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注意圣间安排，请咱侍奉者咱家己留意咱侍奉的时间。我来报告消息，今仔是台湾新人医方的主日，该有车派老牧师伫遐代表学院来请安甲讲道，咱请兄弟姊妹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中执会公告，因政府的疫情渐渐有伫遐来松绑，所以咱的关怀包，咱依然要发到伫后个月查止。第二，本会70周年的迄个定的杯如果兄弟姊妹咱有意向有想要买，咱教会用成本价70块。如果有意的，咱教会伫办公室伫遐来购买，咱卖完为止吼。第三，本会出版的见证集，含会友每一个人会当摕一本。已经送的，咱请咱毋通阁摕，因为咱这数量依然有限，咱摕完就为止。见证集的电子档，咱会当伫官方的内伫遐来看。第四，本会为着要鼓励咱大家生意的奉献，作为培育奖学金的基金，所以教会伫遐有决议讲，对明年开始正月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咱是每一场的礼拜的当中，咱有要举办庆生会。如果咱兄弟姊妹若是当月
受请会当教会伫遮有咧送当月会像这全年的礼券100块来表示一个祝福。第三，10月2日就是后礼拜六，过来即礼拜六，就是国家就好伊的选举的日子，请兄姐，咱每一个人会当尽到咱做公民的义务，来踊跃会当去投票。本会的办公室同工，咱伫遐休困一工，咱请兄姐来留意。第四，咱对后礼拜主日开始就是11月27，咱已经真久疫情的关系，所以邮昌国小迄个停车场，咱即马对后礼拜开始，咱就会当开放，会当停车。所以如果若是开车的兄姐，咱会当到伫国小迄个停车场伫遐停。咱对后礼拜开始，咱教会外口即个广场，咱只有要放乌托邦尔的吼。所以即点请兄弟姊妹咱来配合。第五，本会定伫后礼拜，就是2022年的感恩节主日，咱本会有举行见证礼拜，而且嘛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活动，互咱教会有一档有2天，时间是中午的9点到下晡5点，地点是咱教会副堂。请咱若有要关怀，一定爱早你的身份证，来前往伫遐排队来关怀。因为关怀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礼物，这也是咱鼓励咱兄弟姊妹，咱会当踊跃，咱伫遐来关怀，关怀是对咱也袂歹，先做检查身体。第六，会注意起，咱本会有要赠送2023年邮昌教会月历荣耀的救恩，请兄姐，咱用家庭做一个单位领一份，毋免每一个人领一份，逐间房间拢要放。咱是一个家庭一份，伫1楼的广场，咱会当伫遐来签名领取。第七，本会定伫12月7日上午10点要举行黄国伦的音乐见证会，所以同工主堂甲敬拜中心这2个礼拜的时间是联合聚会，咱会记伫12月7日，10点这场的正宗的华语礼拜是甲这场联合。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邀请咱慕道友伫遐来参加。第八，本会定伫10月7日，尤其是迄天的2点到4点半，以及12月11有2届的教会伫副堂要举办幸福讲座，请幸福的领导会当邀请百姓做伙来参加。请区长伫11月27进前伫遐会前名单了送到迄个办公室。第九，本会定伫10月7日下晡4点半到5点半，伫邮昌伫敬拜中心有举行2022年度圣诞的电灯活动，请咱大家踊跃参加，因为咱要方便同工准备一寡遮的亲事毋茫会当参加伫下周主日进前，咱的小组也是办公室伫遐登记报名。这个拜托这迄个要准备一小的这物件，所以麻烦一下。具体消息，本会单手机姊妹就是咱陈村中兄的小妹，伫11月11望主温调安休主怀，伫今仔日的主日下晡2点伫副堂遐有要举行追思告别礼拜，了后要安葬伫嘉典的永生园，因为家属有准备游览车。愿主来安慰遗族，咱也毋茫为兄姐为着遗族来代祷。互做最后消息，青年创业贷款的利息年息3%，只要你若是年满20岁到45岁，伫即个月进前额度额满，咱就停止所以若有下即个规定、下即个条件，伫月底进前会当去接受伫遐来办理。第一，社员消费性的第一贷款15万，年息3.6%，以及军警公家的30万的，这年息的3.6%，拢是到即个月查止，因为这咱拢是信用贷款，所以真难得的机会，咱有意向的会当到合作社测询。第三，欢喜的消息，咱本会
老明清长老伊的千金，伊的宝贝仔查某囝焦恩，要甲魏进轩兄弟定伫明年的正月，敢若像足久哦，其实是2个月呢。正月14要举行救恩典礼，当天暗上要伫灵皇宫5楼世纪厅伫遐有准备喜宴。老长老伫遮，甲长老有诚心伫遐邀请咱逐位兄弟姊妹，咱若要参加婚礼呢，咱毋茫伫27进前，伫后礼拜进前，伫招待处遐会当填写你要出席的人数，通啊，互迄个老长老因好准备。伊若伫遮真多谢主义的长子兄弟恁的协助。第四，姊妹牧区定伫10月初3上午9点半要举行联合聚会。主题是家暴的预防甲保护，讲师是吴志文牧师，请兄弟伫游园月底进前，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参加。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来补充。咱高雄中会福禄寿公布伫12月初10 9点半到12点，伫林王宫饭店有举办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咱的姊妹若要参加是一人500块，不过咱的福禄生活队员一人补助200。要报名伫11月27，李淑慧队长来报名。第二，咱也有参加高雄中会今年的手抄圣经，抄写圣经12月初4一定要完成，将稿纸交到办公室那过期就无法通送件请咱当合作。感谢主咱会使去咱大声欢迎咱今日台湾新人医的主任有刘炳时刘炳义牧师伊是咱台南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的主任牧师年轻有为伊是大稻埕教会出身捌伫台东新港教牧会即马伫东门教会主任牧师，今日代表伊的母校台湾新人医来咱中间请咱讲道，咱拍拍欢迎我阁特别介绍咱即个黄真玲姊妹，伊是咱旧城教会出身，即帮迄个要参选咱高雄市的市员，登记第几号？17号啦，17号。感谢主，咱多谢伊过去咱咧疫情的时嘛送咱迄个快筛剂帮助咱拍破欢迎感谢请咱会当为伊祈祷甲伊支持，咱也当甲伊斗相共感谢上帝咱基督徒嘛爱做光做盐会当伫各行各业来荣光上帝，所以咱嘛是足鼓舞咱基督徒像咱教会后出来做理长的会当参选，会当从政其实毋若安尼啦各行各业拢爱为主发光所以咱为伊祈祷支持求上帝祝福伊，咱祝福伊会当高票当选，多谢这是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西结书第37章1节到14节我来强读。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耶和华用伊的神带我出去，下我伫山谷中，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伊互我对骨头的四围经过，看伫山谷的面上有骨头真多，看因真高大。伊对我讲：“人子啊，这骨为我话，我应讲，主耶和华，你知伊。”伊阁对我讲：“你着对这骨宣传来甲因讲，恁高大的骨啊，着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甲这骨安尼讲：看，我要互活气入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搁互恁有肉，搁用皮甲恁包，用活气入伫恁，恁就会活。恁就知我是耶和华。对安尼，我趁命令来宣传。当我伫宣传的时，有声忽然地动，这骨三联合，
逐支归伊的本位。我看伊，看见骨的顶面有筋也有肉，阁有皮包伫伊的顶面，总是内面无活气。伊就对我讲：“你着向方来宣传，因主啊，着宣传来对方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去啊，对起方来，分这受害，互因为我对安尼。”我照伊所命令我的来宣传，我去就来入伫因，因就我起来徛，真做极大的军队。伊就甲我讲：因主啊，这个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看，因讲，阮的骨拢孤单，阮的五望拢失落，阮一直消灭，所以。你着宣传来对因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我的百姓啊，看，我要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带恁入以色列的地。我的百姓啊，我开恁的梦，互恁对恁的梦起来，恁就知我是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恁就要我安。伫恁伫本所在，恁就知我耶和华安尼讲，也安尼正，这是耶和华讲的。阿免，感谢上帝将伊话来修饰咱每一兄弟姊妹。这是赞美，咱要请咱教会妇女献歌队。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咱多谢妇女献歌对大这些诗歌，若无听就无意义，无采工就空空。因为听会当压看一切的过失。这是讲到咱要请老牧师，伊的题目是拥抱呼召，看见新生。咱请老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我有机会会当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到伫咱的教会三分享。我想台湾神学院踮伫这几年来真努力期待会当塑造搁较侪上帝国的工人。毋过嘛知影讲，学校踮伫草山顶面，过去是国家公园的保护区，所以至到讲有足侪工程真歹进行。毋过踮伫最近这几年来吼，咱的学校已经对国家公园保护区会当变更土地，成做文教区。所以有的工程就开始会当咧推展，毋过当然伫这两三冬来，咱嘛知影拄着疫情的影响，所以所有的遐个工程费用拢一直咧起。所以学校嘛踮伫这个过程中间咧思考的是，现在若是无处理，以后嘛毋知要安怎处理。所以现在这几年来已经进行的就是宿舍的改建。将过去的宿舍做一个完全的改变，包括男生的宿舍、女生的宿舍。毋过现在嘛拄着新的考验，因为现在去考神学院的人已经毋是干那无结婚的，甚至是结婚的人愈来愈多。所以佫刷来的需要是变做夫妇也是家庭的宿舍，也成做一个真大的需要。所以嘛踮伫这几年中间。无论是学校，无论是董事会、甲校友会，咱做伙咧共同同工，期待会当互整个学校有新的面貌。嘛踮伫新的面貌的过程中间，这几年来，嘛有对各国的学生来到伫台湾，来到伫台湾神学院接受造就，包括中国的学生，包括东南亚的学生，所以有无共款的学生来到伫学校接受装备的时阵。其实咱会当看见上帝教会伫无共款的所在有真多元的发展，所以每一年，咱通过神学院的奉献组织，咱关心神学院的需要，嘛通过关心神学院的需要，咱去看见宣教的故事，怎样要继续踮伫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延续落去。我想这嘛是咱每一间教会真重要爱掠掉的使命。我去到伫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服侍差不多2冬的时间，看到这个名就知影，甲宣教师有真重要的结连。所以嘛，踮伫咧看宣教师的故事中间，我看到一段话，感觉真趣味。巴克利牧师有写一本册，踮伫伊要过身前1年完成的。迄本册内底写讲吼，伊感觉台湾社会。台湾的教会兄弟姊妹对传福音的迫切的心吼，非常的欠缺。伊感觉伊讲是非常着惊的漠不关心。伊讲侪人认为讲，我领受福音了后，这就掠掉，敢若亲像我家己所掠掉的特权，所以我无想要分享互侪人。所以巴克利牧师踮伫伊80几岁，伊写这个文字的时阵，咱嘛看见。伊有一个真大的期待，是咱每一个人掠掉福音的热情。这个福音的热情嘛，对神学院的装备开始，对教会的装备开始，期待每一代的传教者，每一代教会兄弟姊妹，真正掠掉福音的热情，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当然，咱嘛知影，伫现在的台湾社会。有当时要宣教，无亲像咱所想象遐尔简单。咱拄着阻碍，咱拄着侪无共款的考验。这也是每一个牧者去到伫教会，也是去到伫宣教工程的时阵，所咧面对的。到底我要怎样向前行？今仔日咱看到这段圣经节，以西结领受上帝的呼召，伊要开始宣教。
伊是一个要宣讲上帝话语的工人。上帝甲以西结讲：“来啊，以西结，今仔日我要带你去到伫你所要牧养的所在。”对以西结来讲，伊当然认为讲，真欢喜。过去我接受装备，我总算我会当开始要服侍啊。所以伊缀上帝做伙行，一直咧行的时阵，伊心内底真欢喜，伊心内底也有真大的感动。但是有可能搁较济是，伊嘛有淡薄仔紧张，伊毋知影讲过来，我所面对的到底是啥物？圣经互咱看见，上帝带以西结一步一步咧向前行的时阵，以西结愈行愈感觉怪怪。伊感觉怪怪是为虾米？上帝，你毋是爱带我去到一个要服侍的所在吗？哪会愈行愈无声音？哪会愈行愈来愈黑暗？上帝，你敢有带我去毋对所在吗？哪会愈行愈无声，愈行愈到伫一个黑暗的所在？甚至踮伫遐，伊忽然间发现讲，伊骹踏啥物？伊骹踏伫一寡高大的骨头。当伊看到这个骨头的时阵，伊心内底着惊。伊开始着惊讲，这到底是甚物所在？当伊详细看的时阵，伊忽然间发现讲，规个涂骹是满满高大的骨。上帝讲，这就是你所要服侍的所在。以西结心内底想讲，这敢有出啥物问题无？我毋是要去服侍吗？我毋是要去到伫一个信仰团体，去到伫以色列人中间要宣告吗？哪会我即马徛伫的所在，遍满拢是高大的骨？伫迄个时刻，上帝对伊讲：“以西结啦，遮个骨敢会阁活无？遮个骨敢会阁活？毋知咱安怎想？遮个骨敢会阁活？当以西结徛踮伫遐，伊嘛毋知到底要安怎回答。毋过伊的回答是正确的。伊讲：“至悬的主啊！”至悬的主啊，只有你才会知，这个到底是会活，还是袂活？上帝继续对伊讲：“你爱这个骨讲出语言，恁爱甲伊讲我的话，爱甲因讲，我至悬的上帝安尼讲：当我分一口气进入恁内面的时阵，恁会阁活，恁会阁生出根，有肉，有一张皮包咧。”然后恁要领受这个气了后，恁会阁活，安尼恁知我是上帝。以西结所领受的呼召是，伊爱一阵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团体，失去生命力的犹太以色列人宣讲上帝的话。伊是要去一阵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人宣讲讲上帝踮伫遮。当伊看到遮的骨的时阵，伊无法度阁讲啥物，伊嘛无法度阁期待啥物，伊嘛无法度去挖靠讲到底家己会当做啥物。唯一会当做的，伊只有掠条，这是上帝的呼召，这是上帝的呼召。就算讲当咱面对伫全片拢是黑暗的世界的时阵，咱犹原爱踮伫遮。回应上帝的呼召，这毋那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我相信这也是咱所看见的世界。有当时啊，行入到伫咱的社会中间，这几年来咱经验着啥物？咱经验着疫情造成人甲人中间的距离有愈来愈扩大，人甲人中间失去了过去的人脉甲结连。嘛看到讲，伫整个对话的威胁中间，
咱哪亲像活伫一个战争的威胁中间，毋知影过来咧。嘛看到整个社会咧改变的时阵，当我有机会甲侪青年人咧分享，因每一个人都甲我讲，无输你敢知？咱身躯边的同学有足侪人精神拢出问题，身心灵全部开始有问题。然后一年一年踮伫学校中间有侪青年人、青少年自杀。这个青年一直甲我讲，无输你敢有看见？伊讲我嘛毋知，咱的社会到底出啥物问题？有当时佫倒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当咱佫看伫教会，咱也愈来愈失去了继续向前的热情。伫教会中间，看起来咱会当维持一个真好的状况，毋过佫煞来面对后一代，面对整个社会，咱佫会当期待啥物呢？所以来到伫教会，带着无共款的艰苦，带着每一个人无共款生命中间会破碎的时阵，一礼拜佫一礼拜，期待讲，上帝啊，你敢会当，互我佫活起来无？上帝啊，你敢会当，互我佫有机会，佫经验你奇妙的作为无？咱陷入踮伫一个真大的危机。整个外在伫遮个社会中间，咱有侪压力，有侪威胁，这是外在所带来的。内在佫有另外一个压力是，我敢真正有法度继续成做一个见证上帝的人吗？我敢真正有法度来到伫教会中间，来到伫牧会现场的时阵，我会当带上帝的祝福？分享上帝的祝福，互每一个需要的人吗？这是神学院每一个学生甲老师所咧面对的挑战。这也是每一个踮伫教会中间服侍的牧者，也是同工共同咧面对的。有当时咱看到的，也无一定是有活力的教会，有活力的信仰团体。咱所看到的，甲以西结所看到的可能差不多，是一阵高大的骨倒伫遮，上帝问你，遮敢会佫活起来无？遮的骨敢会佫活？可能咱心内底嘛是有，可能无啥有法度呢。毋过至悬的上帝，只有你才会知。所以以西结遵照上帝的命令，开始遮的规山谷的高大的骨开始咧宣讲，伊开始咧讲道，真特别。伊面对是全部无啥物冤气的所在，无任何声音的所在，然后徛伫遮爱讲道。伊嘛毋知伊到底讲道有人咧听无，伊也毋知影讲到底我讲遮的道理会当带来啥物。毋过当伊开始咧讲道，当伊掠着上帝爱伊所做的事的时阵，忽然间有声音出现啊！这个声音是啥物？骨头甲骨头开始结连的声音，嘣嘣嘣，开始有一个声音结连起来，然后对这个骨生出根，佫有皮咧包，一大阵。徛伫伊的面前，煞接咧。上帝佫对伊讲：“你爱风讲预言，甲因讲，风啊，你爱对四面吹来，吹入去遮个身体中间，因就会活。”所以当以西结继续风讲预言的时阵，风吹来啊，呼。有风开始进入遮个骨，忽然间，原本高大的骨，成做是啥物？成做有气力的军队啊！遮个高大的骨，成做有气力的军队，因开始要一阵上帝，开始要活出上帝应允互因新的活命。这是咱每一个人的使命。有当时啊，咱受着罪的捆绑，
互咱若亲像离开上帝，看无一点仔的愿望。当遮以色列人受掠到伫巴比伦，踮伫巴比伦的掌权下面，因若亲像失去了生命力。以色列会怀疑，以色列会面对这个到底会活这个挑战。毋过，当伊遵守上帝的呼召的时阵，伊看见啊，这失去生命力的骨会阁活起来。毋但会活，伊会成做有气力的军队，继续来荣光上帝的名。上帝互这高大的骨成做有气力的军队，这是每一个牧者所领受的呼召。也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所领受的呼召。伫这个充满考验的时代，咱期待什么？咱期待的是上帝，你要踮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掌权。我阁会记哩2年前我去到伫东门教会，东门教会空间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这是宣教师所留落水的遮个财产。但是空间愈大，也拄着愈大的考验，就是一定会有足侪空间无人咧用。啊，伫教会内面，当一个空间愈无人咧用的时阵，就会发生啥物代志？仓库就会愈来愈侪，就开始变满拢是仓库。有一日，我甲一个青年人咧看一站一站无共款的空间的时阵，去到一个空间，迄个空间足大。过去是图书馆，所以内面你会当想象有真大的书柜，足侪的册。但是咱嘛知影，现在到底有偌侪人会去图书馆？所以毋知影这个图书馆已经偌久无咧使用啊。所以我所看到已经毋是图书馆啊。我所看到的是满山满谷的册，四散伫无共款的所在，然后阁有无共款的物件，全部拢堆伫即个仓库中间。迄个青年人徛伫遐，甲我讨论一个问题：牧师，即个空间会当做啥物？我讲我嘛毋知呢。你想看觅，你到底会当踮伫遮做啥物？后来，这个青年人伊一直咧敲找，讲伊生命中间头前的路要安怎行。我就甲伊讲，啊无我互你一条路，你逐工来遮摒扫好无？伊想的，转去想了后，伊转来讲好啦，我来试看觅。所以开始咧整理，伊也开始招一群人咧做整理，慢慢甲这个空间愈来愈整理出来。但是迄点嘛毋知影讲，即个空间到底要做啥物？即个青年人伊本身的专业是读历史的，伊是咧读历史的博士。伊讲为虾物伊要读历史？因为伊世世代代徛起踮伫东门教会，对伊祖妈是一个寡妇，得到宣教师的帮衬，所以伊的祖妈得到福音。所以世世代代踮伫遮。伊分享讲，当伊知影遮个历史的时阵，伊感觉伊对即间教会有使命，伊也需要将遮个故事分享互搁较侪人。搁过一段时间，伊搁来找我，伊搁来找我讲，无说咱教会有一寡历史的资料，遮个历史的资料检采会当成做研究的材料。我讲好啊，无你搁试看觅。你会当做啥物？后来，伊走去申请政府的计划，得到一个奖，叫做世界记忆国家名录，世界记忆国家的名录。这是咱的国家咧针对一寡重要历史的资料要做保存，所以伊去做一寡评审，去做一寡了解了后，设这个奖。后来得到这个奖啊！我阁进一步问伊，阁来咧，得到这个奖会当做啥物？伊讲得到这个奖了后，国家会互咱补助款，会互咱补助款，咱会当重新来整理咱教会100年前的小会记录。
我讲这有意思呢。100年前的小会记录有啥物重要性？伊佫继续分享，牧师你看，这个记录内面完整写了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头一位女性的执事甲女性的长老决策的过程。我听到这个，我讲这有意思。伫100当前，迄当时的小会员看见女性的信徒愈来愈侪，所以提议讲要设女性的执事，到几年了后会当有头一位女性的长老，踮伫教会咧服侍。伊讲这就是国家咧看的，伊讲国家咧看的，就是咱的性别女性的地位，踮伫100年前度会讲参与伫教会重要的决策的时阵，国家认为这是重要的资料，所以咱会当开始来整理甲修理遮个册。听起来足简单的吼，我阁继续甲伊问，阁来咧。重点是你讲安尼拢无问题，阁来咧。伊讲政府会当互咱一笔补助款，但是阁爱做另外一个决定，咱要安怎修理？头一个方法，咱会当包互外面的公司来修理，咱就去找遮个公司。毋过咱现在阁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伊讲咱若是摕遮个补助款，检采咱会当家己来处理看觅，家己找遮个专业的修护人员、修复人员来修理。我讲这安尼钱敢有够？伊讲嘛，阁有另外一个方法，咱连中营中学的资料做回来处理，2笔补助款入来，咱就会当来做啊。后来中嘛愿意将因的资料放来伫东门教会要做伙修理。开始咧征求人的时阵，阮一开始拢无人认为讲安尼找着人，结果无想到讲从即个消息开始出去的时阵，真正有人来 apply， 真正有人来应征。头一个是台南美术馆上届资深的修护人员，阁来另外2个是南艺大助教顶级的人。我看到遮个人徛伫我的面前的时阵，我心内底咧想，遮个人到底安怎走出来？几个毋是基督徒的人，愿意参与伫教会的工作中间，看到因逐礼拜的努力，逐礼拜要拍拼，看起来真美好。毋过后来阁有新的问题走出来，经费伫政府的补助款还未落来进前，经费要去对找咧。教会有拨一拨经费来支持，毋过安怎转势，拢抑阁无够野。后来这个青年人，伊想的，伊转去家己的厝。过段工伊来啊，伊讲，无说我摕一笔钱先动咧，我看迄笔钱到底偌济？一个青年人1年的薪水，伊提出一个青年人1年的薪水，为着要支持教会的工作。当迄当时，我心内底受到真大的感动。一青年开始咧问，伊到底安怎摕出来？伊讲，这都是我对细汉开始，我领到的红包、奖学金、打工，到伫一个坎站了，我的父母甲我讲，你爱为着家己留一笔紧急的准备金。迄天当我知影讲，这个事工的经费无够野的时阵，我转去家己的家，我想足久。我的父母讲，这叫做紧急预备金，但是现在毋是紧急嘛？现在敢毋是着上该着急的事吗？我若是现在无摕出来用，这笔钱到底我要做啥物？所以伊提出一个青年人1年的薪水来支持教会的工作，这项事。互咱看见，当人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当人愿意遵照上帝所交代的使命，继续向前的时阵，咱会看见新的代志发生。
现在，阮的修复室已经建筑完成，招牌嘛已经挂出去啊，开始要做这历史资料的整理。毋若是修理，也包括讲藏伫内面所有重要的故事，教会重要的故事，上帝踮伫台湾所做水的工作，要继续互这个故事延续到伫后一代。徛伫遐的时阵，我阁问伊啊，你敢会想到一年外进前咱徛伫遮的时阵，这是啥物？这是一间毋知堆满啥物物件的仓库。到伫现在，伊成做一群人，因为理想，因为上帝的好调，咱会当踮伫遮，咱会当用遮的故事继续见证上帝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咱有相信上帝永远存在无？咱有相信上帝伫每一个充满黑暗的时代，伫每一个充满混乱的时代，伊悠然掌权无？进一步，咱有相信伊也搁咧呼召咱无？伊也搁咧呼召咱每一个人回应伊所爱咱做的，支持宣教的工作，支持教会的事工，支持新学院的事工，互福音踮伫台湾这块土地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巴克利牧师踮伫迄本册内面上尾佫讲一段话，伊讲，若是宣教师离开台湾这块土地，教会悠然会存在。毋过，伊对台湾教会的未来是悲观的。伊认为讲教会的水准可能会一直降低。这是巴克利牧师所讲的。伊可能看见伫迄个处境内面，失去了宣教师继续努力的时阵，毋知影讲到底佫有偌济台湾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伊看到台湾人对传福音的热情真正非常的低。毋过经过100多年来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咱的教会并无真正亲像巴克利牧师所看的，是一直咧坠落。为什么？因为有咱，因为有咱每一个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有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世世代代愿意去做上帝爱咱做的工。伫教会、伫神学院、伫每一个机构、伫每一个房。毋过，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永远正做阮的气力。当你呼召阮的时，阮知，阮若愿意忠心来跟对你，尽心来回应你，阮必然要看见新的代志发生，要看见新的生命永远踮伫遮。主愿你帮助阮，互阮掠条呼召，要看见新的画面。伫阮的教会，伫阮的神学院，伫咱每一个人的家庭中间，才会骨要继续3年，要生出菌，有肉，阁有皮咧包，然后迄个气进入阮逐人生命的时阵，阮拢是有气力的军队，阮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名。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咱多谢老牧师带来信息，互咱每一个人真正会当掠条好调，会当看到新的生命。这是咱三个金回应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咱起立来再先。我今晚有你。
员徛伫咱要来带倒，请咱为着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互上帝伊的气息进入咱内面，伊的灵进入咱内面，互咱诚做有灵的活人，互咱会当诚做耶和华的军队，诚做基督的精兵，伫这个时代来完成主交代咱的大使命。兄弟姊妹，咱特别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咱财委会里头有县市长、甲乡镇里长，这民意代表的选举，咱也特别为着基督徒参选，无论里长、市员，真侪咱也替祈祷。咱特别为着黄真玲姊妹来祈祷祝福。咱也为着这个疫情，望会当紧紧来结束祈祷，为着世界会当和平来祈祷。嘛，为着咱软弱的肢体三体祈祷，特别为着下晡陈秀基姊妹的个别礼拜来祈祷，为着双家来祈祷。现在咱有甚物款的祈祷，咱带来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赐予的主日，阮伫你的殿中敬拜。主啊，阮会当听到你的话语。主，阮会当听到你的声音。主啊，阮看见阮所徛起的所在，现在充满了活。阮也伫这个活中间，主啊，看见人像无活命共款。主啊，那像高大的骨头。主啊，阮需要圣神的风吹来，圣神的风吹来。主啊，圣神也运行伫阮的中间，进入伫阮的内面。主啊，会当唤醒阮的心神。主啊，那个像高大的骨头，也搁会当生根，会当发芽，阮会当成做我的身躯，成做极大的军队，成做你的精兵。主啊，伫这个世代，互主你使用。主啊，感谢你，阮也会当成做迄个帮助做人，互阮会当受装备，会当成做耶和华所使用的工人。伫这个世代，伫阮台湾的社会。来做你的车，主啊，阮会当做你的车，阮小小的奉献也会当帮助装备上帝国的工人来去做你的教会。主耶稣，求你赐福伫台湾心啊，这个事实伫遐拢会当好的状态。主啊，阮也为着真人姊妹来祈祷祝福，可以会当成做你的查某囝，会当参与伫政治。求你也特别施恩赐福伊的身躯顶，互伊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开展，互伊会当有你的疼，也会当做光做阳，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主耶稣啊，阮所有兄弟姊妹，求你拢赐福，特别软弱的，求你互因会当永助病痛的来医好，伫确诊中间的会当紧紧恢复。主耶稣保守阮的国家疫情会当赶紧收煞。主啊，保护这个世界有和平。主啊，有你的同在。主耶稣，阮仰望你，阮的保有受弟姊妹的个别性，求你来安慰家属，求你嘛，互这个家庭听到福音，会当归属着你。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赐福兄弟姊妹，所有祈祷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动，也得到你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请坐。这是咱要请咱中一当讲，咱来收奉献。这咱今日有2个奉献录啊，这个是后礼拜要用的吼，这个是咱感恩节，咱拢有献上感恩的这书吼，这忙用，这今日是台湾新人院吼，请咱为着培育上帝国的工人，为着台湾新人院，特别伫疫情中，足侪机构。拢有真欠缺，求上帝特别，互咱有充足的疼心、教育稳定，咱也会当成做因的帮助，成做因的祝福。今晚请起立，咱做来吟奉献的诗歌。
众望啊上帝，我满心来感谢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阮真感谢主你，就是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逐人有得会在的能力，也感谢主你，互阮逐人有工作的机会，会当伫你所有阮备办无共款的职场好场底下来工作，得到上帝你的赏赐。阮会为着阮遮所一切所有的，阮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感谢主你，阮会当用奉献来回应你对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所有的疼。主求你是阮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无论伫献因的金钱、献因的祈祷、献因的娱乐、因的时间，愿主你白白锁定的当中，特别你今仔锁伫阮台湾西人院，主伊伫的学院要培养伫有做工人，要成做你的仆人，求主你加倍锁定，互因一切拢无去拄着无交业，因为你是丰盛富贵主。主，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由阮徛地，咱来吟祝祈恳。奉求主你带我脚步，那我敢你来行。奉求你甲我带过路，那是我天命你是正，让我脑里就是你来领。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大无煞。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的聚会，咱到这结束。愿耶和华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